本日激增暴增3例，然后什么后面又写了一大堆让你觉得很可怕的一些标题出来，标题很可怕。这个事情呢，就是叫做就是太夸张的标题会吸引你去观看、去点阅，那后面也会跟大家说，这样子的新闻到底为什么要出现？网络科技发达，资讯传播也越加便利，但相对来说，错误的讯息也更容易没有经过查证就被传播了出去。为了让民众对于媒体识读有更深一层的认知，双子星3冠王办理多场宣导活动，与社区民众分享各种辨识查证真假消息的小撇步，获得许多的回响。这次更首度获得台南市光华高中的邀约，首度前进校园，与同学进行互动交流。那应该要怎么样？先去查证，先查证这个网站到底是真的假的，对不对？他有一个国一的孩子，他一直参加中家的营队，所以他就推荐我说一定要接洽，就是你们来跟我们分享这样。那因为小朋友他们每一天都接收到很多的媒体资讯，所以教他们怎么去判断真正的新闻、正确的新闻，其实这个很重要。然后怎么用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去看待我们每天生活上大量的资讯，我觉得这个是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而且非常重要的知识。所以也很感谢你们今天可以来跟我们分享，然后小孩子他们也都非常开心啊，就是很兴奋有这样的机会。为了让参加课程的学生更投入，媒体识读团队也准备了小礼物要来激励他们。许多学生认真写的笔记，希望能够胜出。有的同学忘记带笔记也没关系，因为有着必胜决心的他们，还有这招。我抄在腿上，我抄在手上。抄在手上。那你觉得今天这个课程啊，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？有，就是让我们就是了解一些。对啊，我们要知道怎么辨别就真假新闻。中嘉集团办理媒体识读课程，前进各社区与民众分享如何辨识假消息，希望能让参与课程的朋友未来在面对真假消息时，能有正确的处置方式，避免成为假消息的信徒或者是散播者。欢迎大家一起来。记者张硕维，台南报道。